你所竞选，予伊称群里，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只是咱要来吟圣诗，圣诗15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大概想。
由原徛咧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是日个死埋葬灵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启应文49篇。伫个新圣诗的后壁1089页，我来刻，恁来印。来，喙焦的人才有水。这人嘛来吃，来买酒，来买年。免钱嘛免银。恁哪会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米？哪会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享受上好的食物。趁找会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趁伊困晚的时，就来求救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不义的人就放下因的计谋，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论这土地，故意大张，要互因夜整的有整治，互人有美样。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要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全，我的计划。我的话要亲像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田野的树仔会拍大鸣。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有草市的所在会发射流。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感谢主，这是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将明日、将四季、将日光，嘛将雨水赏赐予阮。主啊，凡事拢有你的旨意。愿你所降落的雨水会当润泽土地，袂来造成遮的损害。无论暴雨、大旱、风台，也是地动，即卖的极端气候常常造成的灾损，也是损失。求主保守阮众兄弟的厝内，互阮会当伫主的看顾当中来远离遮的饮水甲土石流。嘛求主使阮有平静的心，无论天晴也是暴雨，拢会当伫主的顾守当中得到安稳甲快乐。感谢主，主啊，愿意听阮当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因为咱今仔日吼有圣餐的奉献，这是咱请备办师咱来请即师收奉献。
奉献的诗。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丰盛的供应甲恩典，阮带着感恩的心，将金钱甲快乐放伫你的面前，求你嘛感纳阮的奉献，佮祝福遮的资源伫教会甲需要的地方的所在，来成做着你的荣耀，荣耀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本主日要举行2026年的第4摆的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来共守圣餐，同沐主恩。第2小点，中执会公告：2026年的幼光幼儿园的董事会1/3的董事改选的结果如下。连任的是黄玉婷执事，那新任的是黄家斌甲长老甲黄鼎燕执事，那黄建章执事是候补，敬请兄弟为着咱幼光幼儿园全体董事甲的业务蒸日上来带导。第3小点，本会定伫个下主日是儿童的祝福主日，第2场礼拜要互咱是咱即个儿童牧区来带领敬拜、献诗甲讲道，咱欢迎咱的家长带领细囝做伙来接受祝福。第4小点，本会定伫个9月11下暗的6点半甲9点半，9月12。下早的8点半甲下暗的9点，伫个敬拜中心要举办即个全人更新营。那咱的对象是本会受洗会员、门徒学校顶学期，你若是学员一定要来必修。那费用是学员600块，即内底有包含书籍费甲餐点费。你若是有细囝要带来教会，一个人是着收200元。那请咱伫个8月31日进前用 QR code， 也是来伫个办公室来报名。第5小点，本会2025年第2学期的即个信仰培育奖励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既若是你有符合即个规定申请的请伫个9月初6进前来提出申请。9月初10暗时8点要召开奖励金的小组的审查。本会定伫个9月13的主日要来颁发奖励金。那第2点是咱集体孝心合作社，因为要开学啊伊有遮个助学贷款，人有需要兄弟请咱来地学校找玉丽来办理。那第2小点是影视组，定伫个10月初3、17、24、31连续4个礼拜六下早9点到12点。要举办即个影视摄影组的课程学习班，那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咱的目的是要透过遮个课程的教学，要教你即个平面摄影，也是动态传播，要建立即个影像的基础甲现场的拍摄能力，培养咱遮个专业摄影技巧。若合适会当透过影像来记录咱每一摆的聚会欢迎有兴趣的兄弟用 QR code 来报名。若到个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咱头一项是高雄中华传道部，本来是9月初5要举办中级信徒训练会，因为这个活动甲高雄福禄小区的活动有
冲突，所以改伫10月17，共阮伫拜六伫咱教会来举办吼，请咱会当入去请咱的中职也会当拥有出席迄天也会当参与伫服侍教台甲受奉献。第二，咱万国敬拜学校学校是为下暗应该开始，但是下暗有迄个算高雄市停班停课，所以因着明仔载若无停班，明仔载开始。但是伫8月27暗时伫福气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咱教会提供福音车，而且若要参加，咱爱甲办公室报名因为验满为止。第三，高雄市基督教福音联盟协会伫9月19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举办城市午餐祈祷午餐会，这个主题是蜕变转化国度转，不是国度转化，国度效力地点是汉来宫店9楼费用一人是1000块，欢迎咱中职担当兄弟伫办公室报名来参加。到时若参加教会有车辆会当前往。第四，高雄中华商业部举办结婚满50年、60年，就是金婚甲应该是叫做选结婚啦吼。赠送长辈纪念照一副，搁伫重阳节10月17要表扬所以这个传道部调的，搁甲中元节搁。嘛是抢着吼，敬请民国65年、55年结婚的长辈，四宝林队长来报名参加。高雄经生团结感恩餐会伫10月18 5点半到8点半，伫林梦宫5楼这帮的主题是遇见耶稣咱的餐券一张嘛1000块，咱也有负担关心伫经生施工的。请伫9月7日办公室来登记购买愿上帝赐福咱。以上报告。这是咱要来听上帝话语。今仔日有2个圣经在个所在短尔，请咱兄弟会当同齐来讲上帝话。第一个所在，咱所要读的是以弗所书第5章的20节。PPT。咱三角来吟上帝话，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爸上帝，感谢主吼。搁有第2个所在，是伫咧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18节，咱三角来吟。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感谢主。那俄勒咱今仔日因为会知影迄时阵风雨较大，所以咱上年圣歌队的献诗咱今仔日暂停一遍。咱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绝对肯定的感谢，是陈建岳牧师。感谢平安，感谢师父今年世界气候实在是足复杂变化足大过去欧洲拢袂遐热，所以大家也无冷气嘛无啥用电风。叫咱看法国大家冷气拢小抢，电风拢小抢因为足热，所以无迄个冷气的设备足侪人嘛毋知影讲热遐严重热死人袂少伫。法国啦，西班牙今年伫韩国嘛是有史以来毋捌拄着的。阮去访韩盛会拢是落雨是足接啦，但是像今年拢无落雨迄热到30-40度迄是毋捌的真正毋捌的。迄手机拢咧接到迄个国家警报，毋通出来，毋通出来，赶紧搭厝内惊你热死今年风台几下感谢主
台湾主的人民哈，即马伫咱的面顶有差不多应该是搁一个要形成的4个风台，伫咱边仔咧说吼。即马过来即个较接近的吼，可能为即个往吉拿湾迄边安尼过，可能对台湾就是间接影响。所以最近即个西南风哇，今日那个风台天吼，透早风也真透感谢主吼。虽然是透风落雨，毋过透过这雨水吼，台湾上惊就是无落雨吼，无落雨咱嘛是真烦恼吼，水库拢无水，今年迄个水应该是拢免烦恼吼，求主保守吼，即几人的落雨确实是伫咱南部，不管伫台南、高雄、屏东，雨拢论真济，特别若伫较山区的所在，事实上出来拢有足大的危险。咱感谢上帝伫咱高雄上帝恩典吼。较早我住伫高雄大学吼，800水灾淹足悬的吼，顶个搁一届风台嘛是吼，共款重水吼，迄路拢过，那甲像迄个溪啊共款吼，毋过即马拢无吼。江面就是已经咱的即个下水道吼，政府哪做，所以咱即个排泄的功能吼，哪来哪好这嘛是咱来感谢所在，感谢上帝，互咱的城市哪来哪进步吼。咱即礼拜吼是咱今年第4遍的圣餐的礼拜吼。其实伫咱的教会吼。咱教会有迄个法规，法规就是咱的信用甲咱的教会的运作的规范啦。伫法规的规范内底吼，有讲是咱吼礼拜日礼拜袂使停止，不过即马即个时代吼，政府若停班停课吼，咱就想讲今日可能礼拜休困。即马大家拢已经吼，习惯啦。古早咱可能毋捌讲礼拜日有休困的，搁较你风台落雨吼，是拢袂休困。但是咱即马为了安全，人拢较看重，因为咱即马为大的所在较阔吼，毋是讲干那较早砖头讲着行迄就过来吼，毋是安尼。所以咱感谢主吼，今日干事讲吼，可能因为咱一当爱6遍的圣餐，6遍的圣餐，今日若无就变5遍吼。照法规嘛是有规范，一当爱至少6遍的圣餐吼。所以咱就照常举行吼。感谢主，互咱虽然人较少，咱人较主这道，来当来领受主的恩典吼。今日牧师透过20个圣经吼。绝对肯定的感谢。伫幼所书第5章20节，讲咱凡事伫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拜上帝。台语的甲写叫做万事，万事就是万人事，所有的事，所有的事你拢得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常常来感谢拜上帝。另外一位帖撒罗尼迦讲。咱着爱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向咱所定定的旨意，凡事感谢。这个凡事是万人事，其实就是所有的代志，若伫较英文的翻译较新的翻译伊会讲伫所有的环境的中间，伫所有的情况的中间，就是你无论拄到什么款的代志，伫所有的代志的中间，好的代志、歹的代志的中间，你应该感谢上帝。就是咱拄到透风落雨，感谢上帝。现在带来无便，但是感谢上帝。有带来雨水，咱就感谢上帝。所以。
对圣经上帝话，就是一再咧爱咱会当过感谢的生活。有一个Isaac Walton 这个人伊讲一句话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上帝是住伫大的所在，有两个所在一位是伫天国上帝伫天顶，另外一位就是伫感恩的人的心内所以咱若有感恩上帝就住伫咱内面，上帝住伫咱内面这是咱若感恩咱就是会欢喜咱人就会对当代志充满梦充满热情所以就是这热情迄个英文的字热心热心嘛是上帝踮伫咱内面上帝踮伫咱内面，上帝踮伫咱内面咱一定会感恩，咱一定会懊恼，咱一定会热心，咱一定会充满愿望对上帝踮伫咱内面，上帝踮伫咱内面真要紧最近咧读这个约瑟创世纪约瑟就是讲上帝灵这个人有上内面有上帝灵伫上帝住伫伊内面是但以理这个人有美好灵性，这个人对上帝灵踮伫伊内面，所以这个人迄个有上帝伫伊内面，伊就有智慧有聪明伊拄着环境歹的时，伊嘛是会感谢，伊嘛是会懊恼伊会正面的思想，伊阁充满愿望，所以这个人甲人无共款，所以伊就凡事拢会当行通顺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咧感谢毋是讲我就是伫足顺境的时我感谢，我伫足富足的时我感谢。其实任何的时阵我拢感谢我感谢是因为主耶稣伫我的内面，主耶稣伫我的内面，迄个属天的平安充满伫我，我会当踮伫平安内面。我伫平安内面，我无论伫迄个悬山，无论是伫迄个深谷，其实无论住伫草厝，无论住伫王宫，无论我徛伫什么款的所在，其实我随时拢会当来感谢主耶稣，感谢上帝这就是感谢的生命，感谢的生活感谢其实就是咱会当感觉幸福的锁匙。大家拢毋茫要幸福无人无爱幸福对古到即嘛，大家拢要爱幸福，但是其实未幸福的人，就是无感谢这个锁匙伊可能迄个卖完的锁匙诚侪支毋感谢的锁匙无半支所以你无感谢你无感觉幸福伫即个澳洲有一个咱拢足熟的叫利克福泽这利克福泽伊有咱高雄办报道会，我迄搭办报道会3-4万人伫迄个中正体育场伊到世界各所在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嘛安尼伊阁有组织一个即个肢体残障障碍人的一个祖先的组织，叫做无即个司机的人生无司机的人生。你甲想讲，哪有人讲无司机？大家嘛两双手两双脚，但是利克福泽伊出世就是无两双手，阁无两双脚敢若伫迄个有两个迄个看起来安尼细矮的迄个脚趾头共款，无阁有脚趾头共款这就是这个利克福泽利克福泽伊老爸是牧师呢，伊老母是护士呢结果伊着讲叫做海豹之症海豹伊的迄个脚就是安尼，就是四肢即个两双手两双脚就是生了就是去长期共款。
啊，敢若伫伊的倒边的伊的迄个尻川的迄个所在吼，有一个小小的尻川头啊，安尼尔吼。你甲看即个囡仔生落来，父母看了真正是流目屎。足侪人苦劝讲吼，啊，这囡仔可能恁要甲照顾真困难啦，啊，无甲送去专门咧照顾即种的囡仔吼，身心障碍护理机构吼，你要甲顾足困难的。但是伊的老母是护士，伊无愿意放弃，伊要家己甲顾，所以伊就足小心甲顾。伊嘛是会大，嘛是会大汉，啊，但是因为伊的无手无骹，逐项拢无方便，所以伊叫倒一个人，细囡仔拢嘛会甲讲啊，即个囡仔，即个囡仔，大家拢会讲。对伊来讲，囡仔也无咧想啥，但是对伊来讲，伊会感觉伊受到体笑，受到霸凌，伊感觉伊实在是活得足艰苦。伊想讲我这我会较会安尼，想讲我死死嘛好，哦，死死嘛好，所以伊嘛有即款要自杀的念头。但是因为伊的爸爸妈妈对伊会疼，佫会当互伊认捌上帝，所以伊知影伊有得到疼，伊有得到疼，所以伊的人生豆豆改变。后来即个立刻负责伊就无咧，干那咧看伊无的，伊即马就看伊有的，所以就是学习吼，感谢，凡事感谢，莫受到即款的身躯的阻挡吼。伊感谢，结果当伊感谢的时吼，伊的人生真正带来足大的突破。伊会当勇敢去咧挑战即个游泳、冲浪，佮高尔夫球。咱好脚好手的人，叫你去游泳吼，像牧师汉亚子后边游泳吼，较早落去水的吼三边吼险险嘛，就是迄个水吼，食水迄个水都是吼所以对主吼，对即个游泳改成都无讲特别的注意吼，干那啊过巴士的学朋友吼，但是真正是无好吼即个立刻负责会当游泳，佫会当冲浪，冲浪这是好脚好手的人都唔敢冲浪，伊会冲浪所以伊不断咧挑战伊家己，伊会当受过去演讲，伊会当用伊的生命来激励人。伊讲足侪人定定烦恼我什么时阵才会当成做一个像别人遐幸福的人？大家拢咧想讲，我怎会当像遐幸福的偌好？但是伊讲，当你为着你所有的感谢的时阵迄个瞬间你就感觉你足幸福的。迄个瞬间你就感觉足幸福的。你得有即个感谢这个锁匙，才会甲你开啦，开你的幸福啦。若无你就足困难的。你永远就埋怨，你永远就感觉你无，你永远就怨东怨西怪东怪西。足侪人生活实在是欠少感谢有一本册讲拄着感谢伊要经营喜乐这本册因为人嘛是足忙要当有真喜乐的生活做即个喜乐 happy 这5字这个 H 代表你的习惯这个 A 代表 appreciation 就是你会当感觉真感谢真感谢真欣赏P 就是 pleasure 就是喜乐这个另外这个 P 就是 present 的现在Y 就是yourself happy 这5字这5字的意思，大家了解的就讲幸福就是咱会当把握现在，咱会当养成用喜乐的心凡事感谢的习惯。无论你伫什么款的环境，是好的环境、歹的环境丰富的环境、欠缺的环境，你拢养成这个感谢的习惯。你若无感谢，这个幸福就离你足远的。
这个喜乐就是你种的。但是你若会当感谢，你搁较大的困难，你搁较大的欠过，你永远会当经历到迄个喜乐，你会当有来感受到迄个幸福，你会当活出一个充满幸福人生。所以无论是甚物款的状况，无论甚物款的条件甚物款的环境，你就是爱感谢。这本册叫咱爱真正会当把握现在，就是当下把握现在，养成用喜乐的心，凡事感谢的习惯。今日无落，这个落雨无方便，感谢上帝。我可能要出去无方便，我会当好好住伫厝诶，感觉真轻松，感觉真快乐今日检查为要上班的人，伊会感觉这个休困今日毋免安尼透风落雨，搁再雨起到要上班，为着要上班，伫路搁可能有危险今日会当安尼，实在上帝会稳定，我感谢上帝。这就是会感谢的人的人生第二，这个感谢会互这个家业变做圣殿，家业变做圣殿。美国有一个牧师伊有写一本册讲，上帝是袂当倒闪的，上帝是袂当倒闪的上帝。这个索坡大卫索坡这个牧师伊伫这本册中间讲一段话，我感觉实在真正伊对这个生命有足深的这个洞察力伊讲基本上家业甲修道院差别是啥物？差别就是埋怨甲感恩嘛。可能伫家业的人就是一直埋怨；伫修道院的人伊就感恩。这是足明显的。所以伊讲家业的这个管的这个修行员伊透早起来可能就是埋怨伊感觉讲我伫这个所在无自由但是迄个欢喜去做修道士、修士伫修道院，修道院嘛毋是遐自由呢。你入去毋是就受过走，你要走东走西，你着爱受遐的管理，你嘛是那个去用搬伫迄个家个共款但是即个修士伫修道院，伊就是一个困境，着感谢，伊着懊恼，可能伫遐着有吟诗所以这两个就是一个真强烈的对比。伫这个家业内底管的人其实伊若会当我若像迄个修士共款凡事就是感谢，安尼伊讲其实家业我来变做修道院但是相反，这伫修道院的人，伊若袂晓感谢一个甲埋怨伊这个修道院就是伊的家业伊嘛甲关伫遐共款所以这个牧师用这个做这种的对比，互咱会知影，其实毋是所在问题啦，是咱的心境、咱的心态问题啦。你若会感谢倒一个就感谢，袂感谢去倒一个，你就埋怨所以咱无论伫甚物款的状况中间，意思咱毋通活甲像这个种官的修行员共款就是逐工都咧埋怨。咱就要活得甲像这个修道士共款，逐时都感谢因为上帝对咱的疼痛，咱来感谢上帝。所以咱今日读的圣经讲，咱就要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来感谢拜上帝，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为着咱甘愿来到世间，佮为着咱的罪。愿意行十字架的道路，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咱的罪，所以咱才会当对罪的咒诅中间得到头绑，咱会当对罪得到赦免。咱原来是那甲像去互上帝弃杀毋是上帝的囝儿，那古年共款但是咱即摆会当恢复，成做上帝的囝儿，佮有上帝灵伫咱内面，互咱知影。
咱是属于伊的。所以咱今日要圣餐，咱要较注意到，其实圣餐就是过一遍，互咱来感谢上帝的这款的事情，感谢上帝伊会听，感谢上帝伊会救恩，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赎回咱，互咱会食做伊的囝，互我无搁踮伫罪中，我毋是罪落塞，我是上帝的囝儿，是上帝所疼，是上帝的宝贝，是上帝的目睭人。我毋是无价值的，我是非常有价值的。上帝看我做宝贝，做尊贵。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人对可能负面的这个人生中间来感谢上帝的事伊的生命会当得到反转，得到改变。就是从关的这受刑犯，伊若改变的时阵，伊永远会当若像修道士，伊永远会当伫家角伫遐，若像圣殿共款。有即款代志无？伫咱的圣经有记载无？使徒行传16章，咱拢足熟的。即个保罗甲西拉传福音来到腓立比的所在，拄着一个迄个我若去写神父身，去着写神父身咧占卜的即个女婢惊即款的占卜来咧趁钱，所以主人就靠伊来趁钱。但是去拄着保罗甲西拉第二天，保罗就甲伊鬼赶出去。哇！即个鬼赶出去了，当然即个趁钱的迄个能力无去迄个主人当然足生气，甲即个保罗西拉抱甲官府，掠甲官府去甲关起来，骹口手铐为着传福音，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所在，拄着一件代志，叫掠伊甲关起来毋然外定家内定家关起来，互伊插死两杯。伫迄个所在，即个保罗西拉若毋是真正有上帝的灵伫伊内面伊会埋怨无？一定埋怨。我今日来拄着即款代志，我伫遮传福音，竟然我无做甚歹，去掠到即个家里面而且黑暗天地到底要生要死毋知影。但是咱看圣经保罗无埋怨，无怨愤讲即个人靠着即个女婢，靠着即个邪灵咧趁钱，正钱无趁，竟然甲我害甲，互我来到即家个所在，伊嘛无咧怨恨即个人。相反，伫家内面保罗甲西拉甲米士的时阵因伫遐来吟诗、来学乐、来祈祷时，通常因就是一定是有学乐、有感谢虽然有即款的作物，毋过感谢上帝，上帝一切拢伫上帝手中。结果因伫遐学乐，伫遐祈祷迄个真水的声，含其他遐受关的人大家拢听到底讲，即阵人是咧创啥？即阵人还佫会唱歌，即阵人还佫会学乐，即两个人是安尼占着药嘛？即两个人伊是安怎？咱都感觉咱伫遮是逐工内面足怨叹的，结果因也佫咧学乐，也佫咧祈祷，也佫咧感谢。所以迄个时阵圣经记载讲，忽然地大地动，迄个家角的迄个地基拢摇，所以迄个家门拍开，即个受关的人所连嘛受拍开，哇，足大的神了。透过保罗西拉回来的祈祷、吟诗、学乐、感谢，家角门拍开，大家拢会当得到自由即个国家的人之间拢得惨嘛安怎？但保罗甲西拉因拢还佫伫迄个所在，大家佫伫迄个所在，所以即个国家人感觉真红影，所以因全家讲我着安尼做，才会通得到救。伊讲你甲全家，你着爱信主耶稣基督，你甲你的家就要得到救。所以因着伫迄个所在来悔改，来信主，来受洗，全家来归向主。虽然拄着这个代志，可能原来因这个国家想讲打惨这人走去我都无命，我免活。
但是想袂到伊的性命得到保全，伊会当拄着保罗洗啦，伊会当来归向主耶稣，因全家大欢喜。咱看见伫即个充满懊恼、感谢上帝同在的所在，即、个家家的门就拍开啊！即、个家家那个像倒外共款，即、个家家变做圣殿。教会，即、个菲律宾的教会是安尼来开始，所以咱看见保罗甲西拉的性命，就是保罗咧讲啊，咱着爱凡事万人事，奉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来感谢父上帝。所以着圣神充满，用死用我用神的父，大家今世作甲俄罗斯吼因就是安尼咧过伊的生活啊。咱凡事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向咱所定定的旨意。兄弟姊妹，这个绝对肯定的感谢，这是上帝向咱所定定的旨意。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其实因原有拄着患难，因原有拄着困迫，但是保罗勉励恁着爱凡事感谢，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向恁所定定的旨意，爱感谢。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要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事实无人知影。有时是顺境，有时会拄着逆境，有时会拄着好事，可能会拄着歹事。但是无论什么款的事，咱都爱学习感谢。伫即个犹太人的即个塔冷木中间吼。有记载足侪律比的故事。这律比其实就是一个靠学问，毋有学问，靠信仰，甲上帝靠美好的关系，对律法靠研究，所以因着诚做一个人格较高尚的人会当诚做人的导师。有一天有一个阿基巴即个律比伊就带着册，带着油灯带着一只，因为伊当时阵若要照时透早起，就还有一只会提的即个鸡啦，炸只鸡，搁咧徛的骆驼，搁炸伊店咧炸的迄个律法册，伊就去旅行。到尾到天暗，就去一个庄舍，庄舍无人要甲接待，可能人毋捌伊，所以伊就想讲好无人接待我嘛感谢上帝，可能我较好。结果伊就找到一个野地的所在就伫遐休困。实在伫迄个无厝伫外口的所在实在足歹困的。伊想讲无得点一个即个油灯来读即个律法的册。结果放一个册来，灯嘛失去啊！伊咧想讲即个灯失去啊，感谢上帝，上帝可能要我较好诶。伊就搁困，想袂到即个护理的声来甲即个骆驼甲即个鸡拢踹一条所以因就醒起，伊嘛醒起，伊即只鸡惊到要死走去，骆驼嘛惊嘛走去，剩即个律法的册。但是伊嘛感谢讲上帝感谢你我想要安尼旅游要行远的所在，看起改成拢真困难无法度。但是我嘛感谢你，我相信你予我是上介好。结果第二天天一个光伊入去到即个庄头，伊惊一跳，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清治暗有足侪这贼来即个庄头来抢物件，所以若见有迄个灯光的厝拢有人用抬新物件用抢边后来伊才知影讲感谢上帝无人要接待我若去接待，可能我死伫遐无得讲。我若住来这个庄头，本来死伫遐，上帝保护我的生命这律比安尼写，就是咧讲，其实咱的做有不管是安怎，拢有上帝好的旨意，所以咱着爱凡事感谢，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对咱定定的旨意。你无感谢你无顺服，可能
你要拄着可能较歹嘛，不得较，但是伊拢相信上帝要互伊拄着较好。兄弟姊妹，咱会使甲主座道，互咱搁一遍学习，咱绝对肯定的感谢。咱来养成感谢上帝的习惯，感谢主，感谢主。这咱基督徒定开始感谢主，感谢主，这也是真好的代志。咱就是表示咱心中充满感谢，逐工就是为感谢开始。上帝感谢你。这个圣经甲这个威廉巴克利伊讲吼，埋怨甲生气不满，证明上帝的囝儿吼受调的这个身份。咱是学生，咱应该得爱将咱的眼光吼注视伫主耶稣，咱就会当除去所有这埋怨。咱处待就是充满平安喜乐，因为咱若用这个十字架的信仰做咱的中心，咱就绝对肯定的信仰，咱就绝对肯定的感谢。基督福音无迄个负面的要素，是绝对肯定的。十字架将死亡变做活命，互忧伤变做欢喜，互咒诅变做祝福。虽然咱甲像看袂见、摸袂着，但是咱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搁向伊献上感谢。我相信你的确要领受到你想象不到恩典。哥林西书2章7节讲，伫伊内面，咱来生根来起造，互咱的信心坚固，亲像所咱领受的教示同款。感谢的心就加添啦，感谢的心就成长啦。所以咱爱常常感谢。有时咱来当将感谢的代志甲写起来，安尼有一贯的习惯更好，咱会当顺效上帝的恩典感谢主我看见林美长老近来咧足侪常常有咧顺效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这样感谢，那样感谢你不断感谢，咱来哪做上帝要你感谢的代志愈来愈多咱就爱操练感谢，感谢上帝伫迄个精神医学的教授讲，咱来当真正用咱的心，搁用咱的嘴，甲宣告出来。你若感谢，你若学了，迄个开力足大的，别人思想甲来互听上帝人，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咱来当心信嘴忍安尼传到咱的耳孔安尼就是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更新改变。咱就为着咱每一天来感谢，为着咱有健康，为着咱有工作，为咱有家庭，为咱有事业咱有教会，有上帝赏赐咱这个美好的家不管咱拄着什么款的遭遇的时阵，咱拢会感谢，感谢上帝其实牧师伫服侍中间我真正充满感谢。我本来想讲，我这声大为2001年到2008年74届我想讲主我若会当服侍到60岁，我就感谢我的主但是我即马70虽然声音无好，但是还佫有声，你着感谢伫昨年本来这个脊椎4、5百安尼发土的坐也艰苦，徛也艰苦逐工都咧艰苦想讲主这日子慢慢过，感谢主主怜悯我，互我还佫会当继续振动正常振动，正常行路，我着感谢主随时上要感谢的代志足多咱去顺效上帝恩典，咱着爱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咱所定定的旨意最后牧师用这帮去方案献会，新加坡精神教会主任牧师陈福在牧师伊伫开幕礼拜时伊做结论讲咱最大的恩典毋是财富，最大的恩典毋是健康，最大的恩典毋是成功，最大的恩典是耶稣为着咱死，搁为着咱去活。其实这个十字架救恩，这个恩典
就是上界大的财富，互咱会当出世入活，这就是上界大的健康，也是上界大的成功。咱若会当记得12家人，永远袂失去感谢的理由。一个会记得12家人，永远袂失去感谢的理由。伊一定有一款的绝对感谢的信仰，会当过着绝对肯定感谢的生活。搁伊也一定会当来领受到绝对肯定感谢的祝福，因为有主咱才有一切。因为主的恩典人拢是对伊来，所以咱就要感谢上帝。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今日虽然透风落雨，阮出入足无方便，但是感谢主，阮会当来到圣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来感谢你，会当甲主坐道，是何等福气，何等的感谢，何等的幸福。愿你祝福，互阮会使去，阮甲主坐道的时，你的喜乐充满，你的恩典充满。感谢你，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感谢主，咱要来念一首的圣诗吼，要来甲主坐道。咱要来念圣诗355首。这首诗歌真好听，真激励咱咱透过这个念诗，搁一面羡慕甲主坐道。请咱起立来念。请坐，欢迎已经受洗进入教会，正做陪参会员的兄弟姊妹来守主的圣餐。
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照主耶稣受袂迄暝有摕饼祝谢，咱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爸上帝。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你手持阮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衬，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旁边。主耶稣对犯下几种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恁既若着我担当担的，着求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背我的担，有我的款式，恁就会当得到安息。互咱学习主耶稣。凡事就是借着恳求、祈祷、感谢，甲阿爸的上帝讲，守住平安的上帝，要伫基督耶稣内面来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互咱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爸上帝。像这拢滴落这个饼，摕去食，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为着我来拍破的。咱食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食了主耶稣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请咱的长老来旁杯。主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水焦。像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我家己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入去就阮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当咱甲主坐倒，
咱搁一遍笑念伊的恩典，伊的疼痛，伊救赎的功劳，也知影主耶稣甲咱坐道，伊临在伫咱的中间，搁一遍激动咱的心灵得到栽培，互咱会当透过伊救赎的恩典，互咱伫心内常常伫伊的名来感谢父上帝。兄弟姊妹拢有记着这个杯吼。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所设立的信仰。咱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啉时，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三个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请长老来收圣餐的奉献。现在是咱基督咱来感谢，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甲你坐道，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幸福。这拢是你对阮的疼。你顺服阿爸爸，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来体验人的艰苦，体贴人的艰苦。知影阮伫罪内面，阮是无毋茫的，因为做的工钱就是死，阮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主啊，感谢你，你为着阮来拍开迄个通天的道路，透过你十字架的功劳，互阮会当出世入活，互阮会当恢复，成做阿爸爸上帝所疼的囝儿，互阮有国外毋茫，阮有永生的福气。主啊，当阮甲你坐道时，阮充满感谢。主啊，互阮会当知影，阮就是属于你的人。阮伫即个世间，一切拢是对你来，所以阮着为着任何代志感谢上帝，互阮一切，阮感谢的时阵，一切就要变做美好。主啊，感谢你，当阮为着会当甲你坐道，
阮献阮的金钱，甲阮家己，互你，愿你欢喜，愿你感纳，愿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肯399首。上主大仁爱，燃亮我心爱。主的听，为世界，甲你应同在。看主耶，更变这里，让主比关爱你。主相信，不受你为之事，考验世代。我上主大仁爱，燃亮你心内。主的听，为世界，甲你应同在。我主耶，更变这里，让主比关爱你。主相信，我受你为之事，考验世代。祝祷，咱请陈牧师。当恁通平安去，愿恁对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来领受绝对感谢的信仰，过着绝对感谢的生活，来领受绝对感谢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当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不衰。阿门。阿